大家好嚇，我係一句話力量嘅主持 Tony， 隔離咧就係我哋嘅嗰個發哥哥嚇。咁今日我哋嘅嘉賓就有啲特別嘅嚇，我哋邀請到就係財富局副局長陳浩濂。係，大家好。我哋今次咧嗰個地點都有特別嘅，咁以前都係我哋商務大廈嗰度嘅，咁啊今日我哋上到嚟政府總部。係冇錯。係，咁啊地方唔同咗，咁但係我哋形式都係一樣嘅。咁就我哋先將個時間交俾陳浩濂局長，咁啊等局長就開始佢嘅嗰個 TED 時間啦。講到 TED 時間，可能我就用一句我成日都自己心入邊嘅座右銘啦。我成日覺得咧，運氣咧就係當有準備嘅人面對到機遇。咁點解咁講咧？我係發覺其實如果一個冇準備嘅人咧，無論你俾幾多機會佢都好，當然有準備嘅人咧，佢未必係真係會有嗰個運氣。但係第一件事做好自己先，就係永遠都將自己準備好。咁呢個我諗我係自己無論我嘅職涯或者喺成為香港發展我都體現得到嘅。咁我都算係幾好彩，我係以前喺香港出生，香港讀中學，香港長大，跟住喺外國讀幾年大學，然後翻嚟香港喺啲外資銀行工作。咁嗰陣時咁啊，一方面我又喺中國人啦，我熟悉香港中國市場同埋個文化。咁我喺外國讀書，我又熟悉呢個環球投資者佢哋嗰個嘅習慣同埋佢嘅做法。咁所以外資行嘅時候咧，就工作都比較順暢。咁適逢咧嗰陣時，我係99年入行，咁好忙嘅。嗰陣時我係朝頭早8點鐘翻工，夜晚10點收工，咁翻到屋企10點幾1點食晚飯，2點瞓覺，6點鐘起身又翻工嘅。咁但係因為嗰段時間令到我咧學嘢學得好快。咁隨住我哋國家嘅經濟係起飛，隨住亞洲經濟起飛啦，隨住環球市場對亞洲係咁興趣咧，所以我喺由99年到2007年間咧，我市都發展到順暢，好短時間由分析員到去做經理，到再到副總裁、副總裁、董事執行董事、董事總經理，好短時間就行過咗呢啲階段。咁但係我覺得純粹我嘅運氣，如果冇國家嘅發展機遇，冇我哋亞洲市場整體嘅經濟復甦咧，我幾多準備都冇用。咁但係都好彩，我做啱嘅準備，就係我熟悉呢一個國家同埋呢個亞洲市場。我好彩地咧，因為我係讀金融嘅、讀經濟嘅，所以我可以把握到呢啲機遇。咁如果講翻成個香港，我覺得都係類似嘅。我哋例如近年我哋講啱香港股嘅時候好蓬勃啦。我哋上年2025年 IPO 係世界第一，我哋嗰個好多唔同嘅初創公司嚟香港上市。但係大家回帶翻咧，其實我哋嘅準備功夫咧係2018年開始嘅。我哋2018年開始就由嗰個不同權啊，講緊18A、18C 一系列嘅改革。如果我哋香港市場冇做好咁多年嘅準備，當嗰個經濟嘅浪潮，當嗰個嘅上市嘅浪潮嚟嘅時候咧，我哋係冇嗰個容量、冇個平台去把握呢個機遇。所以我永遠都覺得咧，運氣咧就係當有準備嘅人就啱啱面對到相關嘅機遇。咁所以我都係會繼續提醒自己，同埋希望大家身邊人都係咧，永遠先做好自己嘅準備功夫。咁亦都唔會氣餒，遲早都會有適當嘅機會。而就算你做咗準備，而個機會冇嚟到咧，其實你唔係失去咗，你裝備嘅時間已經提升咗自己。到你另外一個嘅機遇，另外一類嘅運氣嚟嘅時候咧，你就會更好能把握。咁呢個會更多錯。發哥哥嚇，咁按照個流程咧，你要唔要講少少？因為今次咧局長咧就佢除咗講話係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人，佢都講多一個 point 喎，即係運氣都係留俾有準備嘅人嘅。係啦，發哥哥有冇啲乜嘢 comment？係，其實局長講得好啱嘅，真係，即係其實咧就機會係留給俾有準備嘅人，其實運氣咧都要嘅，即係局長成日所講一句説話就係天地人和，但係最基本嘅你冇做起，後邊嘅嘢係冇得講嘅，所以我覺得係最好做好個準備係給最好嘅機會，我好贊同局長呢句説話。我都同意嘅，係啦，咁因為我哋即係叫做都係有做投資嘅，係啦。咁做投資一定係啦，平時你一定要咧就係叫做睇多啲相關嘅資訊啦，提升自己啦嚇。咁當股市一個浪潮嚟嘅時候，你先知道要去投資邊隻股票嘛。咁呢啲係最基本嘅嘢啦。咁我都認同嘅，係啦嚇。咁就嗰個我接翻嗰個局長嘅説話啦嚇。
咁就依家中國經濟咧就都繼續向上嘅都同埋都面對新一輪嗰個轉型嘅浪潮啦，就係 AI 咁樣啦咁對於呢個時代嘅年輕人嚟講，係啦，佢應該點樣去充分裝備自己，先可以去捕捉到呢個浪潮咧？局長同埋發哥哥有冇啲咩探問可以分享俾啲年輕人咧？係咁我講先啦，好似頭先阿 Tony 所講嘅，成個世界變得好快嘅。如果講緊係一個環球嘅經濟格局，咁東升西降，講緊我哋亞洲或者我哋國家呢邊嘅經濟發展得好快。所以咧，如果對年輕人嚟講咧，一方面佢係要繼續熟悉環球嗰個經濟同埋市場嘅運作，但係佢要掌握最新嘅我哋國家同埋亞洲經濟嘅發展，當中唔止係宏觀，仲有唔同板塊。啱我哋傾偈講過，例如係某啲嘅創科，某啲嘅 AI 嘅產業等等最新嘅發展。如果你唔掌握呢一啲嘅發展咧，你好難把握到機遇。咁另一方面咧，就係講緊點樣係實在運用到喺你工作體驗上面。咁啱講個 AI 嘅，其實唔單止要掌握個趨勢去做投資或者你個實際職能嘅部署嘅，即係你每日嘅日常工作當中點樣運用到最新出現咗嘅工具，唔同嘅 AI 嘅工具去提升你嘅效率咧。因為你身邊嘅人係用緊，如果你唔把握你嘅時間，所以我覺得無論宏觀嘅理解同埋佢每日日常工作嘅實踐都好重要。咁呢個講到咧，我覺得其實無論對唔同年代嘅人都一樣㗎啦。我哋要經常學習，係要持續地咁學習，因為世界喺度變，個政經格局不斷咁變，你一定要去把握最新嘅資訊，把握最新嘅技術去裝備好自己。咁當然可能好似我所講，其實嗰個機會係點樣嚟，咩形式嚟，幾時嚟自，大家一定要做好相關工作。咁我相信今日嘅年輕人我哋都好信心，因為我其實都接觸好多唔同嘅大學生，成日都同佢傾偈去交流下，我見到佢哋咧都係好有興趣最新嘅科技發展、最新嘅經濟同埋環球時局發展，即係佢哋保持住呢個好奇心，保持住咁積極去學習嘅心態咧，我相信大家都會有好好嘅一個將來。其實就局長講啱啦，通你講得好啱啦，我覺得就其實做一個充分嘅準備嘅人係好簡單。咩叫充分準備咧？就必須要儲蓄。我覺得儲蓄就好需要嘅。我覺得年青人咧應該把握儲蓄嘅機會。儲蓄其實就係一個投資嘅機會，亦都係學習嘅機會。喺越年青嘅時候去做，其實你長大之後嘅經驗越足夠。正所謂頭先Tony都講啦，叫做功課啦，係咪投資？咁呢個其實儲蓄投資就係功課。咁局長話齋就係話我哋年青人要做充分準備，呢一個儲蓄就係準備。希望大家年青人繼續努力嘗試下做好功課，可以將自己嘅儲蓄同埋嘅投資分享啦。我就想問翻局長啦咁就嗰個從政府嘅角度嚟睇咧咁就我哋呢幾年咧都一路有強化嗰個金融人才方面嘅培訓嘅，係方方面面嘅咁呢個算唔算係某種程度都喺度為香港嘅前途係啦？咁香港嘅未來做好啲準備咧絕對係㗎。如果好多人傾偈都問話我哋金融業個最大挑戰係乜嘢咧？咁其中一環，我覺得永遠都係要有足夠嘅人才去支持我哋嗰個業界發展。你望翻過去幾年咧，其實我哋香港唔同金融板發展得好快嘅，即係例如講緊我哋資產財富管理業務，04年底我哋講緊有超過4.5萬億美元嘅資產規模，比之前嗰年增加13%咁多。上年25年我哋香港個銀行存款總額咧，包括存款總額咧，係講緊比之前嗰年增加11.8%，我哋全部都係雙位數字增長。咁換句話説咧，我要好多唔同嘅人才入行去支持，去服務我哋呢班嘅客戶、個人嘅機構入行，都要佢哋有多啲嘅人去服務佢哋。咁所以人才配套好緊要。你都見到點解我哋特區政府咧，其實喺唔同方面都推薦緊相關一啲人才嘅培訓。咁或者我攞一方面做個例子啦，例如呢一個金融科技啦。咁例如金融科技，我哋而家香港唔同嘅大學都有相關嘅金融科技嘅課程。咁我哋喺啲大學生嚟，就我哋特區政府都推出咗一個灣區專上學生嘅叫做金融科技實習計劃，去俾大家啲專上學生多啲嘅實踐經驗。咁從業員嚟講咧，我哋亦都有相關資助計劃，都投用我哋本地嘅從業員去攞到金融科技嘅訓練。亦都除咗除此之外咧，我哋都要將金融科技人才列入人才清單。
方嘅金融科技人才咧，有便利可以入境香港喺度工作，所以無論係本地學生啦，我哋去培訓本地金融從業員啦，同埋吸引呢一個環球嘅金融科技人才都有。咁呢個就係金融科技嘅板塊，所以我哋係十分重視人才培訓，無論係金融科技啊、綠色金融啊、風險管理等等，佢都有唔同嘅重點去做。呢個正正都係為我哋嘅將來嘅準備，令到我哋嘅財富擴大去支撐更好、更大嘅金融嘅發展。多謝局長啊，咁就多謝發哥哥嘅嚇，咁就我哋嘅今日嘅時間又好快啦嚇，咁好快又要到我哋嘅第二個環節係啦，咁就我哋嘅第二個環節咧就係遊戲挑戰環節嘅嚇，咁就我哋呢個遊戲咧挑戰環節咧，有裏邊咧就有3張牌嘅，咁啊一張咧就係嗰個叫做嗰個叫做乜嘢咧？係真心話，真心話大冒險有線版，係咁啊，第二個咧就才藝表演係嚇，咁啊第三個咧常識問題，常識問題， IQ 咁我哋就等局長抽一抽，啦，係啦，係好嚟，係打開，哎呀，係好嘢，又係呢個真心話大冒險有線版，非常好啊，呢個有線版嘅有線版嘅嚇。咁就不如今次咁樣啦，發哥你哋問幾個問題，我嚟問幾個問題，好啊，冇問題啊，係冇問題啊。其實啊，局長就即係呢方面，其實呢個話題咧就好好嘅。真心話大冒險有線版，你放心，其實好簡單嘅啫，係啦。咁其實啊，局長咧平時喺日常咧，你最中意嘅娛樂係啲咩咧？我最中意嘅樂係足球，我中意睇足球。哦，中意睇足球，個個禮拜都有睇下你個禮拜好啊。咁另外咧就你其實平時多中意係睇啲咩書籍多咧？中意書籍啊，其實我而家就因為工作睇金融嘢啦，其實我亦中意睇小説嘅。哦，小説，尤其是我最中意就係細個睇《三國演義》，我諗我睇20次啦已經。哇，咁啊犀利啊，好嘢！咁另外你最欣賞係邊個嘅明星方面？最欣賞係邊個男明星咧？明星或者如果可以講歌星，我中意李克勤。哦，李克勤，因為一嚟佢係我華仔嘅師兄，二嚟佢唱歌好聽，三嚟更加咧我好開心咧，其實佢近年將我哋嘅廣東歌咧帶到上去內地市場發揚光大。係真係好欣賞。八卦下有冇攞過李克勤嘅嗰個簽名咧？咁又未有機會，不過佢嘅演唱會就好多年嚟，我30年前開始睇啊。好，咁啊，亦都想請問下局長，就係你嘅初戀嘅名字係邊個咧？邊位咧？名就唔開得，不過有我太太，有前任太太。哦，明白，非常好。咁就要交俾阿 Tony 啦。我就最有線版已經問咗㗎啦。好啊，咁我就問多幾條問題啦，局長係最難忘嘅時刻嚇。最難忘嘅時刻，我諗係我第二個女出世嘅時候，因為佢出世嘅時候有啲複雜，咁嗰陣時入咗 ICU 幾日嘅，咁嗰陣時都幾艱難，咁但係過完之後咧，到而家都快高長大啦。係啊係。年少時嘅夢想。年少時嘅夢想，我讀中學時候其實係想加入政府做公共服務大眾嘅。咁雖然後尾做咗投資銀行20年，所以而家翻嚟喺翻政府度服務公眾，我都好開心。兜完一個圈都做翻細個想做嘅嘢。我下一條問題咁局長好似都唔使答啦。下一條問題就你圓夢了嗎？嚇，即係已經係達成咗夢想啦。達成夢想啦，係啦。就唔可以話夢想咯，我覺得係希望做人都係做一啲自己有興趣、有動力、有熱情嘅、有意義嘅嘢。咁我都好幸運有呢個機會。明白嚇。下一條問題嚇，當下有沒有乜嘢遺憾？遺憾啊！我暫時諗唔到，但係倒翻轉頭，我成日覺得做人咧，要有遺憾咧，我哋就用之後嘅日子去追求翻、補救翻。好正能量呢度應該有掌聲。真係啱嘅，好啱呢個道理，好係真係。咁啊，最後一條問題嚇，最後一條問題就局長同發哥哥都講一講啦嚇。當下想同香港講嘅説話嚇。我覺得當下嘅香港嘅時候，我哋要對自己有信心，對我哋國家有信心。無論我哋一國兩制嘅優勢又好，我哋國家嘅經濟發展都喺過去幾十年嚟已經係好清晰俾佢睇到咧，係令到我哋嘅前途係偏光明。咁隨住啱啱講過而家東升西降嘅格局，隨住我哋國家嗰個經濟大勢咧，未來只要更好。咁無論係青年人又好，我哋中年人又好，唔同
階層嗰度咧，只要我哋把握好呢個機遇，有信心咧，將來咧一定會好嘅。非常非常好，我都好認同陳局長嘅意見。咁我自己覺得咧，想香港，我對香港想講咩嘅咧，就好簡單。我哋成日都金融家嚟多一個啦，信心家，好嘛？大家你都係信心香港，你都係信心國家，憑自己嘅努力，憑國家嘅努力，香港嘅努力，我哋香港一定得。咁今日嗰個多謝局長，多謝發哥哥嚇。今日嘅主題咧就係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人，冇錯，運氣都係留俾有準備嘅人，係啦。咁我見到局長啦，係啦，係。咁啊，見到發哥啦，係啦。咁已經見到呢句説話係好好嘅，即係叫做係就已經係見到晒啦。